今日房屋局公布咗2013年經濟房屋嘅排序名單，1900個經屋單位，總共收到約4萬份申請。唔少申請者一大早就嚟到咗房屋局查詢抽籤嘅結果，有市民得知申請成功，相當開心。我真係好開心啊！唔係假㗎，有心了，多謝政府啊！見到自己嘅名排到80幾位，第一次申請經屋就成功，李太太喜極而泣。2013年嘅經濟房屋申請排序名單終於喺6號出爐，唔少申請者迫不及待一早就去到房屋局查詢。李太太話：佢哋一家6口，有老人家同埋小朋友，目前租住2房1廳嘅單位，全家人嘅生活開支只係靠個仔一個喺賭場工作，每個月萬幾蚊嘅人工，生活艱苦。租屋咯，一個月6、7千蚊咁啊！我哋個開支好大，一個人做工，6個人食飯。我哋啱啱來到呢度又冇工作能力，我老公身體又冇，三高。如果政府俾到3房我哋仲開心啲。不過38000幾份合資格嘅申請中，可供分配嘅單位只有1900個，抽中嘅機會唔夠5%。鍾女士而家居住喺社屋，不過屋企人同親戚都有申請經屋。公佈名單當日，專程嚟到房屋局幫屋企人睇排序名單，結果失望而回。冇啊！我幾個親戚都冇一個入圍嘅，唔知點解。我都唔明點解申請咁耐又係本地人，攞幾多攞唔到申請嘅，即係有我細佬係做3行噶嘛，係咪？你而家同我老婆結咗婚咧，就大家暫時啦，即係困難啲噶啦，係想比較想輕鬆啲咧，都唔得。而家話批到成萬幾咧，有冇可能啊？而家萬幾即係叫佢得個睇字。鍾女士仲話：佢嘅細佬今次排到19000幾，唔可以上樓，只可以寄望下一次嘅抽籤。但係每次都有大批申請者，而且要重新抽籤，擔心唔知道要等到幾時先可以擁有自己嘅安樂窩。澳亞衛視記者謝依琪、林以祥澳門報道。